另外，閣來關心這高雄有一個大學生，那像是長期來苦毒家己所飼的寵物鳥鼠，那是用摔的，而且閣定定甲拍，結果這隻鳥鼠全安尼死去，過程攏互同學甲翕翕落來。等到這當事人畢業了後，正甲來公布。這同學呢是表示講，上無已經有30-40隻互創死啊，目前這校方是等咧調查。我都已經殺24隻了，再多殺幾隻就怎樣？林輝無情的口氣，無甲寵物鼠的命當作命，伊是涉嫌苦毒寵物鼠的大學生。有同校的同學看不過這款行為，甲苦毒的過程攏記錄落來，因為驚過對方報復，等到最近畢業啊，才甲公布佇網絡。大部分的人講，當事人大學4年啊，佇宿舍飼寵物鼠，對下學期開始就定都出現苦毒的行為，毋但甲拍，閣掠起來上，甚至閣有各種無人道的凌辱做法，上無有30-40隻互凌致死，代誌曝空，引起真濟人憤慨。我覺得每個行為都很可怕，就像他丟老鼠、燒老鼠之類的，就覺得蠻殘忍的。可能心理輔導師需要跟他約談一下，這樣子關心一下他心理狀況。然後可能要有一些措施，學校關心他一下。同校的同學對當事人的做法真正無法度理解，建議校方介入處理。學校表示，目前也未聯絡到當事人，不只個宿舍未當飼寵物，若是違規就未當個大。針對苦毒寵物鼠的部分，現在也甲動保處配合，只要確認是事實，就會做出定處。那在宿舍的部分，它一定是退宿。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回到學校的調查完之後，那有需要做學生的獎懲，那再去獎懲委員會再去做處置。本案已聯繫校方協助通知相關行為人到案說明，如今查證確有虐殺動物行為，將依法移送地檢署偵辦。動保處強調，甲動物苦毒甲死，相當會當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並科200萬以下罰金。已經要求當事人交案說明，同時愛校方加強校園的生命教育，避免類似的代誌擱再發生。記者柯家祖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